你有沒有想過，中國的富豪們為什麼總是試圖把財富轉移到海外？是為了逃避監管，還是為了實現真正的全球配置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富豪出海的故事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代富人會出現財富焦慮？其實背後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稅務規劃，而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這些富人在資產高峰期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，都是為了防止財富被凍結、課稅，或者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但是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。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。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近年來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代富人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最後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豪出海的故事，或者想學習如何打造自己的家族信託和國際稅務規劃，請務必關注我們的頻道。未來，我們將會分享更多有趣的話題和實用的技巧。感謝你的收看，別忘了按讚和分享這個視頻。